買荔枝嗰陣，見到滿滿一籮籮綠色同紅色嘅荔枝，你第一時間會伸手攞邊一堆？我相信90%人都會直接揀最鮮豔、最紅當當嗰啲，覺得咁樣先至夠熟、夠甜，對唔對？如果你真係咁揀，今日我就要話你知，你可能一直以來都買錯晒，白白浪費咗好多冤枉錢。其實好多人去到生果檔或者油麻地果欄，見到啲青青綠色嘅荔枝就避之則吉，覺得咁青色一定酸到入骨啦。但係你知唔知有幾款好出名、好貴價嘅優質荔枝，偏偏就係要帶青色先至最好食、最極品。如果你一味只係識得執紅包，分分鐘買返屋企一剝殼，入面已經爛晒、變晒味，甚至咬開一啖成口都係條蟲。今日我就特登請教咗一位喺果欄賣咗幾十年生果，見證住無數荔枝季節嘅老果農。佢同我講，揀荔枝其實有一套好頂級嘅心法，只要你記實以下呢5個由老果農親自傳授嘅秘訣，以後去買荔枝，無論係街市定係果欄，你都可以好似專家一樣，一望一摸就知道邊一粒係最靚、最甜、最核細汁多嘅極品荔枝，絕對唔會再踩雷。首先第一點，亦都係最多人誤解嘅一點，就係認清品種、睇顏色，千祈唔好一味求紅。老果農話，好多後生仔買荔枝，以為越紅越好，其實咁樣好外行。我哋喺香港最常聽到、最常食到嘅幾個名貴品種，每一種嘅最佳成熟狀態都完全唔同。好似大家最熟悉嘅妃子笑，呢個品種最經典嘅特徵就係紅中帶綠，或者叫青裏透紅。當你見到一粒妃子笑有大約2/3係清脆嘅綠色，得返1/3或者頂頭帶有一抹紅霞嘅時候，呢個狀態就啱啱好係佢嘅黃金期。呢個時候嘅妃子笑果肉最厚，咬落去爽脆，啖啖肉，甜中帶有一種好清香嘅微酸，層次感最高。如果你買妃子笑嘅時候，專登去挑一粒全隻果殼變到深紅色，甚至發暗嘅，咁我可以話你知，呢粒妃子笑已經過晒熟，入面嘅果肉會變得軟綿綿，冇晒爽脆嘅口感，而且仲會有一股好重嘅發酵酒味，甚至連粒核都會變大。所以見到青色嘅妃子笑，千祈唔好驚，買佢就啱啦。相反，如果係另一個好受歡迎嘅品種白糖罌，情況就完全唔同。白糖罌顧名思義就是好似白糖咁甜，佢嘅外殼通常要到鮮紅色或者紅中帶少少微黃嘅時候，先至係最好食。白糖罌嘅特點係幾乎冇酸味，純粹嘅清甜。如果你買白糖罌都去揀青色，咁佢就真係未熟透，食落會帶有澀味。仲有去到6月左右最頂級嘅桂味，呢個品種成熟嘅時候，外殼係帶有一種好溫潤嘅鮮紅色，而且最特別係佢帶有一股淡淡嘅桂花清香，果肉半透明，核細到好似一粒米仔咁。所以老果農教路，行到生果檔前面，第一件事係先問老細呢堆係咩品種。如果係妃子笑，你就專挑青紅夾雜嘅；如果係白糖罌或者桂味，你就要揀紅得嚟，要鮮明亮澤嘅。只要跟住品種去睇顏色，你已經成功咗第一步。第二點要留意嘅就係摸佢嘅外殼，感覺下啲刺、手感同埋硬度。老果農教我將粒荔枝擺喺手掌心，輕輕用力捏一捏，一粒新鮮啱啱摘落嚟冇耐嘅好荔枝，佢嘅果殼應該係非常有彈性嘅，摸落去手感好紮實，唔會覺得入面空泛泛或者軟腍腍。如果用手指輕輕撳落去，覺得成粒嘢好似漏咗氣嘅波咁，軟綿綿，甚至連個殼都凹咗落去，但唔反起，咁就代表呢粒荔枝已經放咗好耐，入面嘅水分已經嚴重流失，果肉開始萎縮。更糟糕嘅係，太軟嘅荔枝入面好大機會已經開始變壞、出水，甚至已經發霉。除咗彈性之外，仲要摸下外殼上面那些一粒粒凸起嘅紋路同埋刺頭。唔同品種嘅荔枝外殼嘅紋理都唔同，好似桂味咁，佢嘅外殼會有好明顯、好尖銳嘅裂片凸起，摸落去會覺得有少少刺手。老果農話，如果呢啲刺頭摸落去非常明顯、稜角分明，說明呢粒荔枝發育得非常好，而且好新鮮。相反，
如果見到外殼嘅紋路已經好平滑、好模糊，甚至摸落去好似滑捋捋咁，咁就代表呢粒荔枝可能已經太熟，或者擺咗喺空氣入面太耐，俾人摸嚟摸去，摸到平晒，水分冇晒，新鮮度大打折扣。第三點係一個好多人會忽略嘅細節，但係往往係決定成包荔枝生死嘅關鍵，那就是睇果蒂防蟲竇。買荔枝嘅時候，我哋一定要仔細望望個果蒂，即係連住條枝柄嗰個位。老果農特別強調，荔枝係一種好容易招惹昆蟲嘅水果，尤其是有一種叫荔枝體塗蟲嘅壞蛋，最中意喺果蒂位置鑽個窿仔入去生蛋。你揀荔枝嗰陣，拿一粒起身，翻轉個底，望望個蒂部。如果發現果蒂周圍非常乾淨，冇任何黑色嘅細碎粉末，亦都冇汁液滲出嚟，外殼完好無損，咁呢粒荔枝就相對安全。但係如果你見到果蒂周圍有一圈黑黑地色，好似沙沙咁樣嘅排泄物，或者見到有微細嘅蟲蛀窿仔，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呢啲黑色嘅粉末其實就係蟲嘅屎。有呢種情況出現，代表條蟲一早已經入咗去安居樂業。如果你買咗呢啲返屋企，一剝開果蒂個位實係黑麻麻一片，甚至會見到一條白條條嘅蟲喺度爬下爬下。雖然呢啲蟲對人體冇乜大毒害，但係見到都夠晒反胃，成包荔枝嘅胃口當場冇晒。另外睇果蒂仲可以睇埋佢嘅新鮮度，最理想嘅荔枝係一整串連埋青綠色嘅枝葉一齊賣嘅。如果條枝仲係青綠，帶有水分，連住嘅葉仲係挺拔微觀枯嘅，咁就證明呢批荔枝係啱啱採摘，快馬加鞭運到香港嘅，新鮮度極高。如果發現荔枝全部都已經同枝柄條條甩，一粒粒散收收咁擺喺度，而果蒂個位已經變到乾爭爭，甚至發黑，咁就代表呢批貨已經擺咗好幾日，甚至可能係擺過入雪櫃再拎出嚟嘅翻頭貨，甜度同汁水都會差好多。第四點，老果農教我一定要用鼻聞，分辨清香定酒氣。生果有自然嘅果香係好正常嘅，但係荔枝嘅香氣其實好有講究。當你拎一粒新鮮嘅荔枝靠近個鼻度聞一聞，你會聞到一股好清新、好自然嘅草本植物香氣，或者係帶有淡淡嘅荔枝特有的甜香。如果是桂味，你甚至真係可以聞到一絲絲好似桂花咁嘅幽香。但係如果你一走近個生果檔，或者拿一粒荔枝聞一聞嘅時候，聞到嘅唔係清香，而係一股好似米酒或者發酵咗嘅酸味，甚至係一種好怪異嘅化學藥水味，咁你就要立刻放低，轉身行開。點解會有酒味？因為荔枝含有非常高嘅糖分，喺廣東或者海南島呢啲炎熱嘅產地摘落嚟之後，如果運送過程之中保鮮做唔好，或者擺喺條街度曬得太耐，入面嘅糖分就會開始自動發酵，轉化成酒精同埋酸性物質。呢個時候，雖然個殼望落去可能仲係紅當當好靚，但其實入面已經變本加厲，果肉已經開始變質。食呢啲發酵咗嘅荔枝，不但味道好怪、好難食，胃腸敏感嘅人食咗仲好容易會肚痛、拉肚子。至於點解會有藥水味，老果農好坦白咁同我講，因為荔枝有一句好出名嘅古詩話：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荔枝真係好難保鮮，有啲不法商販或者批發商為咗延長保鮮期，等個殼望落去可以長期保持鮮紅吸引人，可能會用一啲稀釋咗嘅二氧化硫或者酸性溶液去噴灑浸泡啲荔枝。呢啲經過化學處理嘅荔枝，外表雖然好似好完美，但係你細心聞一聞，會有一股淡淡嘅刺鼻化學味。食咗呢啲帶有化學殘留嘅生果，對身體絕對冇好處，所以相信你嘅鼻哥有異味嘅一律唔好買。第五點就係要留意荔枝嘅果形，揀圓潤飽滿、縫合線明顯嘅。好多人買荔枝，求其用個膠袋一裝就走，根本唔會一粒粒去睇佢嘅形狀。老果農話，其實荔枝嘅身形透露咗好多關於佢肉質同埋核大細嘅秘密。一般來講，一粒好嘅荔枝，佢嘅形狀應該係比較圓潤、飽滿，好似一個微型嘅心形或者卵圓形。如果一粒荔枝望落去
形狀奇奇怪怪，一邊大一邊細，或者成粒嘢扁塌塌咁，通常代表佢喺樹上發育得唔夠均勻，入面嘅果肉可能分佈得唔好，甚至可能有一半係空心或者壞死咗。而且老果龍特別傳授咗一個睇線揀核細嘅終極秘技，你將粒荔枝拿喺手度，仔細觀察佢嘅外殼，你會發現好多荔枝嘅正中間會有一條好明顯貫穿成粒荔枝嘅一條一條線，呢條線喺植物學上叫做縫合線。如果呢條縫合線非常之明顯，而且沿住呢條線兩邊嘅紋理好對稱、好平整，老果龍話呢種通常都係小核或者焦核嘅特徵，即係話呢粒荔枝入面粒核會非常之細，大部分嘅空間都長滿咗厚實多汁嘅果肉。相反，而家有啲荔枝禮曳極都驗唔到條縫合線，外殼嘅紋路亂七八糟、密密麻麻。呢種荔枝通常入面粒核都大到好似一粒大黃豆，甚至好似個大拇指頭咁。買呢啲荔枝返屋企，剝完殼一咬落去，即刻撞到粒大核，得層薄薄嘅皮，真係食得好唔過癮。所以認住條縫合線越明顯越對稱，通常果肉比例就越高，食得越爽快。講完呢5點老果龍嘅揀生果心法，我相信大家以後去到街市，對眼已經好似有咗 X 光機咁，一眼就可以看穿邊一粒係極品。不過買咗咁高質素嘅荔枝返屋企，如果不懂得點樣保存，咁就真係暴殄天物。頭先都講過，荔枝係最難侍候嘅水果之一。如果你就咁將一整袋荔枝擺喺廚房台面，喺香港夏天咁炎熱、咁潮濕嘅天氣之下，我可以保證最多放24個鐘頭，個外殼就會由鮮紅色變成乾巴巴嘅深褐色，入面嘅果肉亦都會開始流失水分，變得唔再爽口。咁到底點樣保存先至可以放得最耐、最驚喜？老果龍教咗我一個好簡單但係極之有效嘅水果保鮮法。首先，買返屋企嘅荔枝，千祈唔好成串直接塞入雪櫃，你要拿一把鉸剪，將荔枝一粒一粒剪落嚟。記住，剪嘅時候一定要帶有一點點嘅小枝柄，千萬唔好直接用手去扯粒荔枝落嚟。如果你用手扯，好容易會連埋果蒂個位一齊扯爛，露出入面嘅果肉。一旦果肉露咗出嚟，空氣中嘅細菌同埋水分就會直接入侵，粒荔枝喺雪櫃入面好快就會爛。帶住一小段枝柄去剪，就可以完美封鎖住果肉，保持完整。剪好晒一粒粒之後，你準備一盆乾淨嘅清水，入面加1茶匙嘅食鹽，攪勻佢，然後將荔枝擺入去，輕輕清洗一下。食鹽水可以起到一個微弱嘅殺菌作用，洗走外殼上面可能殘留嘅污垢或者微細蟲卵。洗完之後，千祈唔好濕淋淋就擺入雪櫃，你要準備一張廚房紙巾，將每一粒荔枝表面嘅水分完全抹乾，或者擺喺陰涼處吹乾。當荔枝表面完全乾爽之後，準備一張稍微帶點厚度嘅報紙，或者大張嘅廚房紙巾，將呢啲荔枝包喺報紙或者紙巾入面。點解要用報紙包？因為雪櫃入面其實好乾燥，但同時又會有冷凝水，報紙可以幫手吸走多餘嘅冷凝水，防止荔枝因過度潮濕而發霉。同時又可以鎖住荔枝本身嘅微量水分，唔會被雪櫃抽乾。包好之後，再將成包報紙擺入一個乾淨嘅保鮮袋或者塑膠袋入面，將袋口紮好，最後放進雪櫃底層嘅蔬菜保鮮格。老果龍話用呢個方法去保存荔枝，就算放足4至5日，拿返出嚟嘅時候，個殼依然可以保持到相當好嘅鮮艷度。剝開之後，果肉依然係咁多汁，咁爽脆，好似啱啱買返嚟嘅一樣。不過話分兩頭，荔枝雖然好食到停唔到口，但係廣東人有一句老生常談，叫做一粒荔枝3把火。呢句說話絕對唔係嚇你。荔枝屬於性溫嘅水果，而且含有極高嘅果糖。如果一個人一下子食得太多荔枝，身體一時之間吸收咗過量嘅糖分，就會好容易出現中醫所講嘅上火症狀，例如喉嚨痛、生痱滋、流鼻血或者面部生暗瘡。更加需要注意嘅是，喺醫學上有一種病叫做荔枝病，其實即係突發性嘅低血糖症。好多人會覺得奇怪，荔枝明明咁甜，糖分咁高，點解食多咗
反而會導致低血糖。其實呢個係因為荔枝入面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質，會抑制我哋肝臟轉化葡萄糖嘅功能。當你喺空肚、肚餓嘅情況下，一口氣食咗幾十粒甚至幾磅荔枝，你身體嘅血糖一時間好似升得好高，從而刺激到胰島素大量分泌。但係因為荔枝特殊成分嘅干擾，你身體本身嘅血糖來源被切斷咗，加埋胰島素瘋狂工作，結果就會導致體內嘅血糖水平喺短時間內急速跌落谷底。患上荔枝病嘅人會突然之間覺得頭暈、面色蒼白、全身冇力，甚至出冷汗。嚴重嘅話，甚至有可能會抽筋或者昏迷。對小朋友同埋老人家來講特別危險，所以老果龍同埋中醫師都經常提醒大家，食荔枝一定要適可而止。一般成年人一日食大約10粒到15粒左右就已經非常足夠，而小朋友或者老人家身體調節能力冇咁好，一日食5至6粒就差唔多啦。最重要嘅一點係，千祈唔好空肚食荔枝，最好係喺食完正餐飯後1個鐘頭左右，當你個肚入面有啲飯面底嘅時候，先至好去品嘗荔枝。如果你真係好鍾意食，一時之間食多咗，覺得開始有少少燥熱、喉嚨乾，點辦好？老果龍亦都分享咗一個民間智慧，你喺剝荔枝殼嘅時候，會發現荔枝果肉外面包住一層薄薄嘅白白地色嘅內果皮。其實食荔枝嘅時候，連埋呢層薄薄嘅內果皮一齊食落肚，可以起到一定程度嘅清熱降火作用。雖然食落去口感情況會帶有一點點微澀，但對身體好好。另外，如果你食完荔枝，可以用啱啱剝出嚟嘅荔枝殼，洗乾淨之後擺入煲度，加點清水煲反一碗荔枝殼水嚟飲。呢個亦都係廣東人傳統用嚟解荔枝熱毒嘅妙方。或者最簡單，食完荔枝之後飲一杯淡淡嘅鹽水，或者煲一碗綠豆沙、夏枯草等涼茶，都可以好快幫你平息體內嘅火氣。講到尾，夏天可以品嘗到好似妃子笑、白糖罌、桂味呢啲咁優質嘅水果，真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只要你學識今日老果龍教路嘅呢5大技巧：品種、睇顏色、捏殼、檢查彈性與刺頭、認真觀察果蒂、防蟲、用鼻聞有冇酒氣、藥水味，以及尋找明顯嘅縫合線去挑細核，再配合埋正確嘅剪枝、報紙、保鮮法以及科學節制嘅食用習慣，你呢個夏天就一定可以食得開心、食得健康，每一啖都品嘗到最完美嘅嶺南佳果滋味。下次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買生果嘅時候，記得將呢套秘訣大方分享俾佢哋知，等大家一齊做個精明嘅荔枝達人，唔好再盲目咁專挑紅當當嘅荔枝啦。